M1 認證咧係澳門政府為澳門中小企咧做出嚟嘅一個特別認證嚟嘅。其實 M1 只不過係一個領頭羊，一個領頭羊幫你將澳門製造嘅產品包裝咗出去。希望我哋第日喺衝出澳門啦，可以代表澳門做一個澳門嘅品牌啦。咁要整個業界一齊去做好一個產品咧，先可以將呢一個 M1 咧就推出去嘅。好多客戶咧，澳門生產、澳門製造嘅特別喜歡。咁同埋咧，同時追住嗰個 M1 呢個標籤去特別係中意嘅。當澳門推出M1 認證之後咧，我哋就馬上申請。要攞到呢個 M1 認證嘅呢個決心嘅話咧，其實一直由建廠開始嘅話咧，就有呢個打算。咁而我哋考到呢一個 M1 嘅質量認證之後咧，我哋喺嗰個期間個銷量唔係跌嘅，而係有上升嘅。但係能夠考到 M1，政府對我哋嘅幫助非常之大。咁但係當我哋考取嘅中途咧，咁就知道原來澳門都算係第一間用朱古力認證去考取 M1。咁我哋作為第一次嘅嘗試都非常之開心。M1 認證啦，更加令到我哋嗰個品牌去到推高咗另外一個嘅層面上面咯。自從考咗 M1 之後咧，喺澳門嘅酒店啊、博企啊，甚至乎喺電視傳媒上邊都會多咗廣告啊，或者一啲宣傳俾人知道我哋個產品嘅質量啊，同埋我哋嘅產品嘅特色喺邊度。因為 M1 認證除咗注重企業嘅管理之外啦，咁佢仲會睇埋生產流程。因為我哋澳門本身做緊嘅產品咧係好講求質量嘅，所以呢個係政府推嘅，我哋更加有信心。M1 標準咧都係高品質嘅，都係好產品嚟嘅。我們達到了這個標準以後，很多的用戶他們買起來很放心，而且是採購的第一選項。我哋嘅產品有咗呢個標誌之後咧，可以令到消費者對我哋個產品有信心啦，所以咧佢哋就會促進到佢哋喺眾多咁多個產品入面去選擇我哋咯。我哋得到好多反饋，就係消費者喺選擇產品嘅時候，見到有 M1 標誌嘅產品，佢哋會更有興趣攞起身進行了解。澳門嚟到嗰啲遊客咧都比較喜歡，即係一睇到有 M1，咁就知道係優質認證嘅保證。好多客人啦，或者消費者咧都認住呢個 M1 去購買個產品。作為一個澳門嘅企業咧，亦都希望就係話同 M1 共成長，打響 M1 嘅品牌。咁希望打造翻我哋澳門製造嘅一個品牌效應啦，亦都係俾到消費者一個原來攞咗個 M1 呢啲貨係好嘢嚟嘅。